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即马开始来今仔日的吟诗学录。首先，咱掀开圣诗第18站吼，我心保罗上帝。咱来吟1、2、3节吼。我心保罗上帝，主你我一别，天地万民发高微笑，我若一多尊妙，就我常我在他，永驻我爱论述，天边一朵永绿云歌，林海风雨交杂。我心无路兄弟，世间只能一别，空中回家吟诗春夏，风落一朵竹苗，葵在草木在吹，花会飞进的水，明光就来了，红起来，红起多林海。我心不落兄弟，你不对几句，虽然海带将西将雨，梦里温暖的心，心可领我的手，要做你最自由，你讲为行最自句，言可归你兄弟。好，煞只咱掀开圣诗110首，保罗阳光尊贵以及关系。这首歌咱就小可较无熟，所以咱第1节唱2遍，吼，过来1、2、3、4，安尼吼。我若因光尊贵，你的光是你为我领流淌的高万世，一切要为你的心里做，天空我从没流星一送。第1节搁一遍，吼。我若因光尊贵，你的光是你为我领流淌的高万世，一切要为你心里做，天空我从没流星一送。第2节。主要所修不给的光芒，真的不做英明的光芒，有罪在的我的面目，我一心主。
煞接献开542首，耶稣基督，阮的主。咱来吟1、2、3、4，看时间了吼，好。吟诗就到这。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学罗耶和华，既然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罗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伊一切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慈甲慈悲做你的免流。伊要伫逐项方面
互你一生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时，亲像鹰鸟勇壮。摇花行公义，为着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。摇花有仁义，有稳定，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学罗咱的主。圣诗第18首，圣诗第18首，我心学罗上帝，请大家做伙一起来唱。咱作为亚头来祈祷，阮伫天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就是阮众人做伙敬拜你。阮大家伫即间教会，大家结连伫基督的厅内面，亲像一个大家庭，大家诚做一个遗体。阮有人有着意思来欢喜，也有人会拄着歹等等的代志，阮也做伙甲伊来艰苦。因为你的听，你的祝福，一直伫阮的中间，一直甲阮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来带领阮过去的日子，你祝福阮每一个人，你祝福阮每一个家庭。阮欢喜的时阵，你甲阮同在；阮拄着艰苦的代志时，你甲阮同在，陪阮行过所有歹走、歹动荡的路。阮有真侪兄姐。有的因为病痛来带伊接受治疗，无一定会来到阮的中间，但是阮相信你要互软正的人伊着瓦靠，你有意义的能力，人的性命在伫你，只要阮愿意顺服伫你的脚前，主你会照你的慈爱来恩待阮，互阮拄着头放，得着医治。主啊，感谢你来带领阮的教会。你赐予阮的教会，虽然阮抑阁有真侪无教业的所在，但是你一直坚固阮的手所做工，由你互阮袂当袂记你的祝福甲应允。阮要伫遮看到生命有新的出路，我要伫遮看到对未来的信心，我要伫遮对你听的见证有伫阮的中间，伫遮一届搁一届来激励阮。
一届搁一届来换新阮的性命。主啊，阮看起阮所徛起的所在，这所在实在需要你的话语，甲你的听所带来平安，实在需要你带来真正的公义。阮介意彼此来讲平安平安，但是阮毋嘛平安是真正的平安，毋是因为有人毋敢讲出家己意见。毋是因为惊吓，毋敢活出家己真实的这面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。虽然阮原家有无同款声音，但是阮愿意来学习，看到别人敢有无同款的意见，阮有别同款的背景，但是阮会当彼此来了解，彼此来谅解。阮中间有人也是亲人拄着病痛，身体艰苦。因为烦恼来悲伤，求你伊的医治、甲安慰伫阮的中间。阮也烦恼阮的工课是毋稳定，阮的囝儿未来发展是毋好势。但是阮相信，无论阮伫怎样处境，阮的生活拄着这样压力，拄着搁较歹等等的代志，你一直甲阮同在，来陪伴阮，来引带阮。主啊！我相信你的祝福、你的稳定伫阮的中间。这个世界发生侪侪代志，阮也惊吓。国家之间的战争，毋知当时来结束。阮的经济是毋是愈来愈歹？是毋是有新的疫情来危害阮的健康？阮侪侪不安，侪侪惊吓。求你，互阮伫这个时，毋通袂记伫你面前做伙来祈祷。当阮伫你的面前。学习同心来祈祷，你就伫阮的中间，带来盼望，伫阮的家庭的中间，伫阮的教会的中间，会伫咱的台湾，伫这个充满阮的世界，带来你的盼望。因为有这个盼望，我会当充满信心，来面对未来的各项压力甲挑战。这时，我也做伙用主你的祈祷文来坐声祈祷讲。愿你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必成，伫地里像伫天里。阮的心也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去离世，就叫阮脱离你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来读启文，启文第10篇，启文第10篇，诗篇第17篇，咱三个来启用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有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对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棚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声由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想起我你的劳苦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
上主啊，由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唔通照对着心愿，甲我交伫因。我亲信一项事。着信靠上主，着信靠上主。三个因圣诗，圣诗110首，圣诗110首。乌鲁阳光水尊贵一直完成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咱三个来祈祷。阮伫天父爸，主啊，我很感谢你，感谢你来拣选阮，互阮有福分来听你的话语，你互阮有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。我也确信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，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，你的圣神有带来听，带来仰望。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来更新阮的生命，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，提醒阮是有限有罪人。阮来一直会记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也提醒阮来追求你的话语，
同心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礼拜中，阮所读圣经的话语，诗班所献的诗歌，阮所唱、所听的诗歌，也是无数的讲道，阮会当对对你话语一直有新的入捌。阮会当重新来看家己的处境，重新来看家己的未来，重新来反省阮家己。也求你一直提醒阮，无论是阮的家庭还是教会，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。主啊，有人因为病痛来艰苦的时，有人拄着苦楚歹当当的代志的时，求你赐福互阮，会当带来安慰，互需要的人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有够爷的安慰来安慰因。互因看到你的疼，你的安慰伫因中间。主啊，当阮看见这个世界，阮艰苦的代志来发生，当阮看见不公义的代志来发生的时，你的圣神一直伫阮中间，互阮有够个信心甲仰望，会当互家己徛稳伫你的教示，袂互歹来赢过阮，互阮有够个信心来坚持到最后。我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不断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家己，明白你，明白阮甲你的关系，互阮伫其当中来检察阮家己，看见家己的不足，看见家己的眼光是有限的。我会当明白，阮拢是无完全，拢是有罪人。我愿意伫你的面前，重新甲你来利用。搁一摆献上阮家己，甲主、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我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三个来共读圣经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耶稣甲门徒要到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骹，伊必发起甲必大年的时，伊找两个门徒，甲因讲：你去对面的真社入去，随时会看见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伏伫遐，恁甲伊解开，牵来遮。若有人问恁，是安尼做？就甲因讲，主会用伊连面会阁牵转来行。因去看见路边有一只驴仔囝伏伫门口，就甲伊解开。有一寡徛伫遐的人问因讲：恁解驴仔囝要创啥物？因照耶稣所吩咐的，甲因回答。遐的人就准伊牵去。因牵迄只驴仔囝来到耶稣遐，将家己的外衫摕伫驴仔顶，耶稣就爬去徛。有真侪人用因的外衫铺伫路里，嘛有人对野外草树仔铺伫路里，甲因欢迎。前行后队的人大声喊：和散那！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。咱要来咱祖先大别的王国，应该受称赞。至高的上帝，和散那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入去圣殿，逐项看一日，因为天已经暗，伊就甲12使徒出城去结大年。愿上帝话成做咱下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下面请希望诗班来带领咱的礼拜，要出大声上帝唱歌。
各位主内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希望诗班用真水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咱读马可福音，读到今仔日这段经文，通讲要渐渐进入马可福音的上尾，也是高潮规个戏剧性愈来愈强。今日的经文短短但是嘛会使佫分做4部分头一个就是咧介绍迄个场所，然后20到60，伫遐讲起因怎样去处决迄个女仔囝。到70到10节，群众要行耶路撒冷时阵，伫遐大声喊话，也伫遐称颂耶稣。11节会当讲是一个小结论。这个伯大尼也是伯法其，是伫橄榄山的另外一边。山的这边就是耶路撒冷，所以因爱经过橄榄山，才会当进入这个耶路撒冷。这个橄榄山这个场所有真要紧的象征意义，因为虽然马可无直接引用。但是马太甲路加福音拢有引用，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，伊遐讲起上主伫迄日要伫橄榄山出现，要带来迄个弥赛亚将末的愿望。今仔耶稣嘛伫橄榄山现身，这个橄榄山的现身一定带有重大的意义。伫今仔日故事内底，咱看见即个真戏剧性的事件。耶稣徛伫一只驴仔囝，要进入耶路撒冷。加尔文甚至认为讲，即个场面看起来有一点仔好笑，一个安尼伟大的救主徛伫一只细只驴仔顶，要行入去耶路撒冷。到底即场戏剧是怎样安排出来？有的学者感觉讲，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是耶稣家己自导自演的，就是讲耶稣有做安排。有可能伊伫耶路撒冷嘛有军队者，是遐个军队伊对加利利来的学生毋知，所以有人认为有这个可能。搁这个事件嘛真特别。为什么特别？因为遐个群众竟然足主动拥护，而且大声伫遐迎旨欢迎骑驴仔的耶稣。因即届敢若做对，因用弥赛亚看待耶稣的来临，也发出俄罗的声。总是因心内敢真正明白耶稣要做的是甚物款的务。因是毋是心内还搁咧期待，是一个用荣耀的形象要行往胜利的一个政治的弥赛亚咧？嘛有学者认为，这个故事本身有反映真神秘的气氛，那像是上帝家己的神圣计划伫遐咧展现，也反映耶稣对上帝旨意有真深的洞察。内底有几个细节引起研究学者的注意。头一个，这只驴仔是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，毋捌互人骑过，真明显有指向伊有神圣的目的。这个驴仔是有为着特别的目的。然后佫讲，这只驴仔绑伫遐，绑伫遐。绑伫遐是绑伫什么所在？这嘛引起真侪初代教父大讨论。因发现讲，创世纪49章，雅各伫祝福犹大的时阵，嘛讲，伊要亲像迄只驴仔绑伫葡萄树顶头。所以嘛有人讲这只驴仔是毋是嘛是绑伫葡萄树顶头？佫有第三个真要紧的细节。就是迄句，因要去
摕着炉仔的时阵，哪像有一句通关密语，伊讲主要用伊，等于讲主要用伊的时阵，遐对方就互因准因甲炉仔砍去。主要用伊的主是指啥人？这个主是指耶稣，还是指炉仔囝的有一个主人？还是咧指上帝？这拢互咱看见，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事件，真有神秘性。上帝手哪像有直接介入去伫这个事件内底。不管是耶稣家己自导自演，还是上帝神圣计划伫遐展现，这段关于小女仔的故事的重点，就是耶稣主动佮参与伫即场，咱通讲一个进场的仪式。众人也伫遐热烈来呼应，一步一步，耶稣要行往上帝神圣的计划。到底耶稣应邀入城，目的是甚物？耶稣为甚物要用阮一阵？也毋是真了解伊的使命，还是对信仰的本质的理解嘛无够遐的群众，伫遐来欢迎伊、拥护伊、甲伊学乐咧。耶稣应该了解因的心理，也知影因对伊的理解是有限的。伊可能嘛知，阁无偌久，当伊清起圣殿，伫遐秉道赶人的时阵，群众要安怎想？咱若阁读落去知影，即群人过几工以后会变做共犯，大声伫遐喊，定死伊，定死伊，也参与伫伊的处决。咱心内爱问：耶稣徛炉仔进城，目的是甚物？有的学者用出场，有的人用献身，嘛有的人用讲揭露身份，伊佮将伊的身份透露出来，来要表达这段经文的迄个精神。咱想象迄天的情景，当耶稣入城的时阵，经过这个安排，伊坐伫炉仔镜顶头，门徒甲衫披伫炉仔的脚趾柄，互伊坐，耶稣就爬起去。当伊行往前的时阵，群众伫遐欢喜大声，袂禁伫大声伫遐喊，个人去野外去找迄个树蛙来伫遐伫遐舞，嘛将衫铺伫涂骹兜，那像要迎接贵宾迄种的一个方式。这内底有两个甲旧约圣经有关联的细节。头一个铺衫伫涂骹兜，伫列王记下卷第9章，耶户登基做王的时阵，嘛有同款的情景。伊登基做王的时阵，群众就将衫铺伫涂骹兜，互伊搭。另外一个细节是因喙内底所发的这话：和散那，奉主的名来迄位，应该受称赞。和散那是现在救我的意思，上帝啊，你现在就救我，嘛变做俄罗的意思。即句奉主的名来迄位，应该受称赞，是对诗篇118篇25节到26节来的。这通常是要去耶路撒冷的迄个朝圣客，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内底有人出来甲伊领字，彼此伫遐对唱。奉主名的来迄位应该受称赞，对方嘛回应因就通入去内底。但是伫遮，马可佫加后壁一句话：得要来咱祖先代表的王国，应该受称赞，至高的上帝和散那。所以，互群众的这个呼法是真完整的。伫描写一个王家要登基的这个情景。不过伫马可内底
群众并无甲叫做王，还是叫做大伯的囝，伫马太甲路加有。而且，即个群众哪像拢是军队耶稣一路来的，无看见讲为耶路撒冷城有人出来迎旨，遮拢已经互咱看见马可要将耶稣入城，用一个无共款的形式要甲咱解说。耶稣真安静，伊真卑微，伊真低调。咱嘛毋通袂记咧，当时犹太即个宗教政治的处境，久长以来一直受到外来殖民政权的统治。犹太人时时拢在思考要怎样将这外来统治者、占领者，通甲因赶出去。同款的情景其实100多年前才发生过，就是100多年前，名叫做贡推亚的这个马加比，伊成功有领导以色列人反抗叙利亚王的这个运动，互犹太变做一个独立的小国家。迄届马加比徛伫战马顶头。领军队入城，后来嘛入去圣殿，因为圣殿捌互叙利亚人甲伊亵渎，因嘛入去圣殿清气圣殿。漳州期有清气的意思，嘛有迄落暗示讲要甲外来政权安怎甲清出去安尼吼。所以即个。咱讲戏剧性的这个事件后壁有真侪因素伫遐加做伙。咱知影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对公元前63年已经互罗马帝国所占领，总督彼拉多就住伫耶路撒冷城内底，伊代表的就是罗马政府这个殖民的政权。耶稣伫耶路撒冷，就爱去面对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，以及甲这个政权的合作，或者犹太的宗教领袖。入城的时阵，这个群众咧舞遐伫遐挥舞这个手机，是毋是也有蕴含迄种过去马加比反抗叙利亚殖民政权这种暗示呢？这侪伫遐大声喊的群众。因无一定会认同遐激进党使用暴力还是暗杀的做法，但是因会支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的理想。这拢互这耶稣入城的戏剧性增加真侪的变数。还佫一项，这个时阵耶路撒冷拄好是一年一度会搬过做期。外国节，四散伫地中海世界，这犹太侨民，拢要聚集来，无偌久都聚集伫耶路撒冷。犹太历史家 Josephus 约瑟夫捌估计，有时高峰的时阵，这个搬过做期，伫耶路撒冷城会当到100万人伫遐聚集，会通想象。这是何等紧张的一个宗教甲政治的局势，政治运动嘛有可能伫遐爆发。当群众伫遐喊好山啊好山啊的时阵，因心内咧想啥物？耶稣伊家己搁咧想啥物？上帝心意甲人的想法伫遐相拄，中间显然有矛盾。咱做一个读者，一路咧读马可，读到今日这段，咱看到上着惊的是耶稣安静无出声。耶稣迄个卑微甲安静，一路骑马入去，伊嘛无对群众的回应，遐热情做出回应。耶稣的安静，亲像咧讲：我是弥赛亚。我会带来拯救，但是毋是恁所期待
还是所想的方式。今日经文到最后一段，伫遐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入去圣殿，逐项看一日，因为天已经暗，伊就甲12使徒出城去伯大尼。这是马可真特别的记载，其他福音书拢无安尼写。伫遐耶稣安尼，逐项甲看一日，即句话咱伫马可福音已经读几若届啊？安尼说一日，看群，有时是看群众，有时是看遐学生，伫遮伊逐项甲看一遍，咧看圣殿。后礼拜咱就要读接落去的经文，最后即句结论。已经凸显圣殿伫国落来的描写内底迄个重要性。圣殿要成做中心，成做争论的所在。而且耶稣无直接亲去圣殿，伊等要等到假日第2天才会入去圣殿。这嘛，互伊甲马可福音搁落去经文咧讲起无花果树高达去。故事会结连做伙，这是马可真特别的信仰解说。咱后礼拜就会接续来讲起这个经文。各位兄弟，咱今日安尼读这2段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启发？而且提出几点，甲咱做伙来思考。头一个，今日故事互咱体会到。伫犹太传统内底，其实存在无共款的弥赛亚观，对弥赛亚的期待无共款。咱知影过去犹太人，即个伫外族统治下面受到真侪屈辱、见笑的即个民族，因的先知过去一直甲因安慰，无要紧，恁受苦，但是将来上帝荣耀。一定会出现。对这个受屈辱的人来讲，因想到上帝荣耀要来临的时阵，因想到的是什么？因想到是遐过去甲因受辱的人，甲因互因见笑的人，要互因受辱。遐迫害因的人，要换因去互报复。所以旧约圣经内底嘛有一部分。反映即种的弥赛亚观，讲迄个日子来的时阵，要是一个报复的日子。伫潜意识内底，因的荣耀是建立伫迄个过去迫害因的人受到报应即种的前提。遐捌甲因加害的人，要面对上帝的处罚，接受报复。即种的弥赛亚的愿望。显示这个弥赛亚毋是干那一个宗教领袖尔，伊代表一个象征的意义，就是因的屈辱要去互除去。所以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弥赛亚。这个强势弥赛亚伫现代人的想法，通讲就是一种成功的弥赛亚。愿望上帝拯救，上帝荣耀会带来成功。咱拢要成做上帝保守平安的人。这种弥赛亚的观念，有时阵嘛存在伫现代一寡基督徒的想法内底，要求上帝祝福咱的政治立场，祝福咱的战争，要求上帝期待上帝，互咱成做强国，要求上帝徛伫咱这边来攻击对方。总是咱今日的经文看见，耶稣绝对毋是这款的弥赛亚。实际上，旧约内底有另外一种弥赛亚的传统，我直接只有引用以赛亚书50章50到7节做例。以赛亚50章50到7节，一般咱甲叫做第3首的罗卜的歌。第3首。罗卜的歌，伫遐安尼讲，
至悬的上主有开我的鱼坑，我无违背，嘛无拒绝。人要拍我，我越脚只拼，互伊拍。人要踹我的喙手，我拄喙皮出在伊踹。人侮辱我，甲我配喙烂，我嘛无用黄我的面。至悬的上帝有帮助我也免受侮辱。所以我亲像石头，坚定面对一切。我知我一定袂拄着见效。咱来去读以赛亚内底这4首的罗布的歌，拢咧表达一种无共款的以赛亚观。上帝国的极大奥妙嘛，伫即个所在。荣耀的基督其实是受苦的罗布。上帝荣耀毋是要欺压周围的人，毋是要比周围的人搁较强势。咱毋是用我成功，你失败，来显明我的上帝比你的生命搁较大。这毋通诚做咱的信仰。旧约圣经过去通过先知，一直要甲以色列人讲起这个上帝奥妙，总是伫旧约，咱看见以色列人并无法度完全理解。今仔日耶稣来，要将这个奥妙显现伫咱面头前，也就是耶稣用君王的姿态进入圣城，接受欢呼，嘛要吸引众人来参与伊登基做王。这个邀请毋是针对当时的群众来听，嘛伫这个历史过程中间，通过咱的经文，互所有人拢看见基督成做王的过程。总是伫接落来这礼拜所要发生的代志，互咱看见伊的登基，甲挂迄个王冠，是伫苦难的十字架顶所完成的。伊戴王冠，是伫苦难中来达成的。带着刺皮的冠冕，流血满面，耶稣要屈辱死伫十字架顶。伫遮显现的苦难，才是上帝奥妙，也是荣耀的真实记号。耶稣所要演出的这出戏，是超出咱想象的受难剧。这个经文提醒咱开始思考，咱有甚物款的一个弥赛亚观。第二，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2个真趣味对比的象征，就是树枝甲驴仔囝。马可无特别讲樟树枝，伊敢若讲树枝。不过伫教会传统，咱今仔日已经将受难周前的这个主日叫做樟树主日。樟树枝，咱知象征胜利、凯旋、享受成功的欢喜。总是咱知樟树枝若挂落来，伊就袂活足久。真紧就乌去，就打去。纪念樟树主日，有时咱嘛会有这种错觉。当群众的热情慢慢消退的时阵，当迄个乌色的拜五伫要来的时阵，大声伫遐喊和散那遐个声音，却开始发出定义十字架，定义十字架。伫遐咱才发现。不管迄时的群众，还是现今的咱有时对上帝的疼是真肤浅的，是无完全的。咱有时阵嘛停留伫自我认知的比赛观念内底，咱敢若咧想的是爱耶稣完成互咱欢喜光荣的事。樟树枝代表胜利、凯旋，但是伊是短命的。今日有另外一个真有意思的对比的象征，
是女仔囝。所罗门王登基的时阵，伊徛伊老爸大必王，会设一只小的骡子进入耶路撒冷。这变做一个犹太人的历史传统。咱相对的想象，罗马帝国军队去烧战拍赢转来的时阵，因拢徛伫真悬大的战马顶头、战车顶头进入这个城。为什么耶稣要徛女仔囝入城呢？经文毋若讲伊是一只毋捌互人徛过的女仔囝，带有神圣的目的。搁较要紧的，就是我拄仔已经讲起，伊代表一个先知的传统。咱若读撒迦利亚书第9章90到10节，伫遐讲起将来的君王。伊安尼讲：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喜快乐；耶路撒冷的子民啊，着欢呼。你看，你的君王来啦！伊胜利凯旋，伊谦卑徛驴仔，就是徛驴仔囝。我要拄起以色列人的战车，诛灭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压制交战的经。伊要对列国宣布和平，伊的统治要对这个海到迄个海。耶稣用和平人均的姿势进入耶路撒冷。总我解释家罗丁马丁对这段经文安尼解说：耶稣无徛伫骄傲的战马顶头，就是迄种代表战争的动物。伊嘛无伫迄种夸耀权势内面来临，伊徛伫一只驴仔囝顶头，就是象征和平的动物。伊来要承担重担，要服侍人，要帮助人。照着伊的象征行动，伊宣告伊来，毋是要人吓惊，嘛毋是要压制人，还是要赶人。是要来帮助人，承担正人的重担。耶稣徛驴仔进城，象征伊的和平使命。伊毋是军事统治者，也毋是凯旋的战争的将领，是谦卑和平的人子。我过去捌引用当代政治神学的话语来讲，耶稣拒绝帝国迄种对权力的疼，提倡的是疼的快乐。这英语拄啊是双关语。帝国是 love of power， 耶稣是 power of love。这是完全无同款的。love of power 追求权力，是用权力要来对待恶待外人，要展现家己的骄傲财富，以自我做中心。Power of love， 疼的力量是一种疼的转化的快乐，带来和平合一甲对话，接待外人，接待异乡人，通过谦卑家己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各位兄弟，咱今日看到耶稣徛伫驴仔顶。迄个真安静的身影的时阵，这搁一摆提醒咱，上帝通过耶稣所展现迄种神圣的卑微，神圣的卑微。真侪宗教其实拢想要成做强势宗教，所以卑微的特质，有时阵咱无法度甲伊甲上帝联想做伙，但是。会当认捌上帝这个神圣的卑微，真要紧。因为咱拢是会想要成做，还是要学咱敬拜的对象。咱拜什么，想要成做什么。当咱想象上帝是一个强势的上帝时阵，咱嘛变做强势的人，想要欺压别人，赢过别人。今仔日当群众伫遐喊和散那的时阵，
耶稣并无阻挡因，总是伫因中间，伊的迄个安静，互咱非常着惊。对遐真正有认真伫看耶稣、听伊话语的人来讲，耶稣迄个安静卑微的存在，是真有气力的。那遮个人继续跟缀伊，就会发现，因对伊的面目、对伊的人物是无安全的。因会发现家己的失败，发现对耶稣的人物造成因的错觉，总是就以将来去用定实力个、搁国外的主，伊的恩典要互遮继续跟缀伊的人，通体会伊的卑微，分享伊的卑微，也对中间定心来得到快乐。咱搁接续落去。跟缀马可福音的故事，会愈来愈入即个要紧的道理。最后，今仔日经文最后讲到耶稣入城，入去圣殿，逐项甲看一遍，这嘛，互咱真好的提醒。信仰的态度，就是要常常经过反省、检视、查看。毋是干那反省咱家己那定，嘛爱去检视遐殿堂公共的殿堂。亲像耶稣今仔日去检视犹太人上要紧的宗教殿堂，就是圣殿。伊遐看，伊要去反省，这殿堂敢有出问题？后礼拜咱就会读到耶稣对圣殿的态度。耶稣这个态度嘛，提醒咱，毋是干那咧看宗教殿堂那定，咱嘛爱用上帝眼光去检视其他的公共殿堂，包括政治、司法、学术等等的公共殿堂。伫咱这南教会周围，看见遮侪侪公共殿堂，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司法院、教育部。包括学术界、中央研究院等等，咱嘛需要去检视这公共殿堂，因敢有符合原初创立的精神，甲因所发挥的功能，来检查、来反思，并用上帝眼光来甲伊看。伫今年的上半年，咱教会的济南讲堂。新学礼拜日，拢要继续要探讨这个问题：权力敢会腐化？转型正义的路要安怎搁行落去？司法改革有啥物效果吗？这拢是检视公共殿堂真要紧的主题。恳求上帝嘛，赏赐咱智慧，以及伊的眼光，互咱定定来做这种信仰的反省。甲检讨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阮念听堂的上帝，今日通过耶稣入耶路撒冷，用神圣谦卑、卑微的态度，徛伫女仔囝顶头，要互咱思考伊的身份，以及伊所要带来上帝国的意义甲价值。虽然阮有时阵无够了解，人物也无完全。恳求你继续赏赐阮眼光、智慧，搁较深来体会主所行这条十字架道路。恳求你将智慧眼光继续赏赐互阮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三甲的吟圣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第542首。圣诗542首，耶稣基督，咱的主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下面是公道的时间，咱为着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新出了后学生伫2月13号陆续要开学的学习。第二，为着后礼拜2月12号2023年的会员互费的调费。第三，为着圣经学校的报名，甲3月份上课的准备，请大家做伙坐声来祈祷。请第一次来做结束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学罗你是独一真神，阮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，阮感谢你，搁赐予阮平安。主啊，新的学期已经开始，台湾学生伫本周就要准备倒转学校，甲2月13日开学。恳求主看顾学生囡仔、老师甲家长伫学习、生活各方面拢有好的起头。主啊，虽然教会2月10日就要召开2023年会员互会，恳求主引带正兄弟姊妹会当了解教会旧年度同工事工进度，甲新年度各项计划。主啊，新的一年已经来到，伫2023年，这咱教会圣经学校对3月起煞只开设新的课程。我感谢主找见侪老师分享主的信息，恳求主引带，互圣经学校事工顺利进行。我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咱的祈祷，咱来奉献。请大家做伙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
请坐。请大家掀开酒部，防止事项的所在。后礼拜2月12号是咱教会2023年会员互会，咱召开会员互会，对早起9点日头礼拜，所以依然有接纳旧年的决算，甲今年的预算，甲选今年的监校委员，请大家注意来参加。第二就是后礼拜，同时咱要举行圣礼典的联合礼拜，是咱今年第1届的圣礼典。请这个服侍的长来注意。第三就是咱的设计学校今日马太福音10讲，伊今日是上后一届的补课，请上课的学来注意。第四就是咱台神，咱若是教会会友要旁听伫咱教会的即个台神的神学院的课程，若是要旁听，会当免交学分费，加缴学生会的费就会使。但是若是要取到这学分的话，请大家在正式生活，请来直接来向台湾神学院来报名。咱礼拜1、拜2、拜4、拜5拢有课程，大家来看。第5就是香港的神学师来咱教会来实习，咱的台神的香港神学师刘建林要伫2月份开始，要伫咱的香港团契来实习。第6就是咱的另外郑宇谦同学伊嘛伫2月到5月要来分会来实习。第7就是2月份的泰泽祈祷会，2月8号，请大家来参加。另外就是2月19号，咱有主题是转型正义之路，咱的倒数的过去到未来这个主题的这个升学。礼拜日的讲座，请大家来参加。第8就是咱教会虽然咱无来鼓励会友来即个伫大斋节期来进行，还是坚守这个大斋节期，但是咱也邀请会友伫4月2号到8号耶稣基督受难周，咱来敬拜、来灵修，这段期间也下面来参加礼庆宴席、甲旅游。另外，咱伫2月2号，咱有大斋首日的泰泽祈祷会，请大家来参加。另外，团契消息、教会消息，甲这个讲座消息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即马请地牧师来介绍，甲请安。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有一寡来宾吼，我伫遮简单来介绍。头一位是要伫咱教会建设的新学生郑于谦吼，伫即个所在。我是台神道硕一的学生吼。另外，还有一位罗慧欣吼。罗慧欣姊妹，好，伫遮吼，做伙来吼，谢谢。国外转来中启安牧师的查某囝钟丽丽、钟丽丽，欢迎哈。阁有一位青年团契吕超恩，咱青年团契青年。我有2位为美国转来的好朋友吼，老一何长老甲余秀美长老伫后壁的所在吼，为 New Jersey 转来吼，请欢迎甲咱做礼拜。嘛有看到麦玉道牧师吼，波马克林牧师吼，咱最要紧的宣教师吼。伊逐年拢爱几若届转来台湾协助圣经翻译吼，咱的客家圣经，佮原住民侪圣经拢是伊做翻译顾问伫翻译的。伊讲今年无偌久要出版太鲁阁的圣经吼，这拢是真要紧的工作吼。遮佫有一位为清迈来泰国的朋友吼。歹势，伊的名写了较细字，看袂足清楚，咱欢迎伊吼。
啊，请咱互相彼此请安一下。亲爱三角人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因是煞，请题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密岛闭会，有需要代祷的兄弟会当到边仔的雨伞骹，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地平会来交易。无关系，所以咱会当对这个问题。